大家好，今日係3月2號星期四。同大家傾偈呢1分鐘呢，我係對住嗰個中環嘅海景嘅，因為我眼鏡呢有少少變色嘅，所以呢喺陽光反射之下呢，個眼鏡呢嘅色度呢就有少少大黑。並不是話戴住個太陽眼鏡同大家傾偈嚇。個市呢就受到美股琴日呢大幅上升303點所刺激啦。早段一高開已經140幾點，之後一路升到上24,081點呢，先至係止步嘅。咁從一個走勢嚟講呢，如果市係企喺24,000樓上呢，係有一個強烈嘅信號出咗嚟，即係指數呢喺嗰一刻呢係翻上去10天線嘅樓上嘅。但係因為高台呢就始終買盤不足啦，同埋喺月初嘅時間，其實個市升得太急都唔係咁好。到而家呢刻呢個市又再翻去23,800零咁樣。有一個技術走勢要留意嘅就係呢個市由上個禮拜四開始嘅反覆呢，直到而家呢分鐘。而家講緊嘅時間仲係1點45分鐘啊，因為我一陣間3點鐘我要做個網站嘅節目，所以呢提早少少同大家傾偈。過去呢幾日嘅市嘅反覆，最低嗰日呢，琴日見過23,730點。喺琴日嗰一刻嚟講呢，係冇跌穿條20天平均移動線，即係話嚟去都係失守喺10天線嘅啫，冇進一步跌穿20天線，情況就唔係咁差。其實呢，穿10天線或者穿20天線或者情況係點樣呢？我覺得呢，喺月初嚟講唔係太過重要，因為1月份嘅股市最低嗰一刻呢係1月3號嘅21,883。到2月份最低嗰一刻嘅指數呢係2月3號嘅22,997。要同大家講嘅就係月初嘅時間，如果指數係輕先見低位呢，其實係有利個市呢慢慢轉定或者組成一個後高嘅形態。因為一個中期嘅升浪呢，一定係由幾個月份嘅先低後高所組成㗎嘛，唔會話一個月就單月就升幾千點㗎嘛，唔係話未試過，好似15年嗰個4月份咪試過升3000幾點，但係呢個係好罕見，同埋當其時有成2000幾億嘅成交，而家呢分鐘唔係嗰回事啦嘛，所以要有一個中期升浪，哇！我要升2000點或者更加多嘅，你一定係分開幾個月咁樣嚟行㗎啦。同大家講咗幾次㗎啦，成個中期升浪呢，一般嚟講行嘅時間呢，大概10到12個禮拜。如果咁樣計數呢，由舊年10月28號開始嘅上升呢，理應呢係3月中左緊或者之後呢，就會出現咗呢個中期升浪嘅高位啦。之後梗係整固消化啦，因為5窮6絕喺後邊嚟㗎嘛。再講啦，而家市場呢，其實嚟去呢，都係對美國加息啦，或者英國脫歐啦，或者歐洲大選啦等等呢，會有少少嘅憂慮。但我亦都喺好多講座指出，美國加息全世界已經知道晒。如果加1/4厘息嘅聯邦基金利率將會提升到呢0.75到1，咁呢個對資金市場嚟講影響唔大，對企業融資呢亦都唔會構成好大嘅影響性。況且流動資金都仲係咁充裕，咁即係話逐步向上推升嘅格局根本上就暫時嚟講係改變唔到㗎。至於港股，好老實講呢個中期升浪呢已經行到8個禮拜㗎啦。係咪能夠行10個禮拜或者多啲呢？要視乎資金入市嘅態度而定。我個人覺得呢，今個月呢係有機會組成一個先低後高嘅，但係去到3月中或者3月底之後呢，個市擾動得太高呢，大家就唔好太大手去追啦，因為個市應該係步入咗一個高台嘅整固同埋消化嘅週期㗎啦。係咪咁嘅話呢？過多幾日我哋就知道今個月嘅形態係咪先低㗎啦嚇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先。